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又去到11月份，我是班中的主角啦。今次我哋邀請到5A 班嘅張日彤同學、周子若同學，仲有黃子晴同學幫我哋聲音導航。究竟你係咪我是班中的主角嘅一份子呢？咁而家我哋一齊聽下先。班吳君希同學，郭嘉怡老師欣賞你努力學習，積極求進，字體寫得越來越漂亮。你大方、自信、友善，經常主動幫助及安慰有困難嘅同學。你的關懷讓1A 班變得更溫暖。1A 班有你真好。波班劉錦雄同學，郭若君老師，多謝你常常為同學和老師服務。你隨和、主動又能幹，大家都喜歡和你做朋友。老師特別欣賞你經常包容和體諒同學。上課時你積極參與，專心投入，是一個好乖巧嘅好學生啊。2A 班周子瑜，樂老師欣賞你總係好有耐性咁樣教導同學做功課，亦都係一位稱職嘅中文科長，協助班中大小事務。老師欣賞你對同學溫柔體貼。2A 班有你真好。2波班蔡星辰，麥老師欣賞你近來嘅英文默書有明顯嘅進步，真叻仔，繼續努力溫習，堅持唔放棄。老師期待你每次嘅進步，加油啊！A 班古正賢同學，經過2個月嘅相處時間，你老師發現咗你比開學時更加遵守秩序，自律咗唔少，更懂得自動自覺遵守規矩，唔使老師時刻提醒。老師都欣賞你上課時積極回答問題，更加強咗全班學習嘅氣氛，繼續努力。3B 班李樂俊同董老師欣賞你充滿活力又勇於嘗試嘅態度，你永遠唔放棄又樂於挑戰，希望其他同學都可以喺你身上面學習呢種嘅正向方法，加油！3C 班梁文軒同學，石老師欣賞你做事認真，每朝早好快就收完功課，係一個正職嘅組長。另外，老師發現咗你比學期更加自律守規，喺課堂上面更加積極回答問題，有好大嘅進步，繼續努力，加油！4A 班劉子健同學，陳佩儀老師欣賞你最佳班長劉子健，功課從沒有拖欠，事事律己兼盡責，學業居家人人見。4波班邱子軒同學，張啟儀老師謝謝你今年擔任英文科科長，有條不紊地收集和點齊功課，同學有不明白嘅地方，你會細心教導，老師有補冊要派發，你會主動幫忙，相信你越來越成熟嘅你，在各方面都可以持續進步。4C 班林樂雲同學，余老師欣賞你，自從你升上4年級後，余老師看到一個比以往更積極及主動學習嘅樂雲。記得當你主動舉手拍望多做一張寫字工作紙時，余老師深受感動，盼望你能繼續積極努力學習，相信假以時日，你定能有多大進步。5A 班周子若，李老師欣賞你積極參與每個活動，每次你都全力以赴，用心完成每個任務，希望你可以繼續展示你嘅才華同埋毅力，保持呢樣嘅熱情。老師亦都好欣賞你喺課堂上好專注，數學小測嘅成績都有好大嘅進步，期待看到你嘅表現。5波班施樂謙，林老師啱啱見到你完成咗第一段考試，恭喜你各科有得到滿意嘅成績，相信你一定花咗唔少時間努力去溫習同埋預備考試。另外，欣賞你今年幫忙擔任班長，現在你比9月嗰陣進步咗唔少，希望你繼續努力。5C 班姚思宇，蔡老師欣賞你係一個樂於助人嘅好組長，唔單止協助組員嘅完成所有嘅任務，
還常常幫老師忙。5D 班吳子瑜同學，葉老師欣賞你喺班中每個事情都細心留意同埋協助處理班中嘅事務，以及對班中同學嘅關心。老師與同學均能感受到你默默嘅為班中所作嘅無私付出，希望你能夠成為班中嘅榜樣，能帶領同學一起主動為班中同學服務，一起自願多行一步，為班裏做多一些。謝謝你。A 班張和陽同學，梁老師今年見到你上課時多咗好多笑容，回答嘅次數都增加咗，寫作時都會出現小驚喜，呢啲都係好開始，希望你繼續努力，老師期待你更上一層樓，加油！6B 班葉家園同學，黃老師欣賞你積極為班務服務，不但幫助老師修法功課，仲帶領同學食飯祈禱，十分盡責，學業方面亦見到努力，默書成績令人驚人，希望你可以繼續保持，老師支持你，加油！6C 班金祖成同學，陳老師欣賞你有好強嘅親和力，總係俾人友善嘅感覺，開朗心笑嘅性格，讓你成為咗6C 班嘅開心果。感謝你曾經擔任我嘅小助手，照顧幼小嘅同學，有耐心而細心，希望你能建立多啲自信，欣賞多啲自己，繼續努力。6D 班米瑞琪同學，袁老師欣賞你上課時認真學習，越嚟越有進步，為班裏帶嚟良好嘅氣氛，亦欣賞你協助鄰桌嘅同學，帶動身邊嘅人都勤奮起嚟，一齊學習非常好。我哋好多謝3位同學幫我哋做聲音導航喎。最後我哋要多謝5A 班黃安照同學幫我哋做呢個監製，因為9至11月都係佢幫手幫我哋剪接㗎。多謝晒幾位同學，拜拜。